2026年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，用咗海絲之路文化相遇做主題，成條街都充滿節慶氣氛。巡遊隊伍喺大三巴出發，沿住世遺景點行，澳門都變成一個畫面感好強嘅流動舞台。呢場大巡遊最特別就係唔係喺舞台上面做，而係走入去橫街窄巷，可以俾觀眾好近睇。嚟自世界各地嘅隊伍，同澳門演藝精英一齊登場，配合埋啲衫褲、舞步同音樂，好鬼吸睛。
壓軸表演一開始，燈光、音樂同觀眾嘅情緒都推到好嗨，現場高漲嘅氣氛即刻爆發。澳門最迷人嘅地方，就係可以將中西文化自然結合，將呢種有故事性嘅城市特質放到最大。每一個表演都充滿驚喜、色彩、節奏同笑聲，一路跟住觀眾，令人一路睇一路覺得好興奮。呢場盛事唔單止好睇，仲好有意思，因為澳門話俾世界知，佢作為文化交匯點嘅自信同活力。